伫咧英国爱丁堡对2016年开始，就推动无家者导览，主要就是要训练家友，带游客介绍市区的风景，分享家己的流浪人生，靠家己的力量来赚钱。咱台湾芒草心基金会最近去英国交流，就希望讲会当学因的经验，鼓励台北网家的家友来做都市导览的时间，自信来过生活。You can put them, you commit to big white gates, you get sent to Glasgow or Edinburgh, whatever prison you go to. So behave yourselves, that's where you go. 无自通大的桑尼分享家己流浪的过程，伊的导览嘛甲伊的人生做结合，了解英国爱丁堡的犯罪甲家劳，用特别的角度来做城市的导览。这是英国2016年发起的隐形城市计划，请无厝的人去做导游。目前全英国计共有17位这款导游，佮有100多人在接受训练。They don't look at you, they look through you, and you are invisible. So all of a sudden, to empower people to be visible and the centre of attention. 英国举办家友计划时，台湾芒草心基金会嘛有甲英国做交流。台湾芒草心基金会讲，因是伫2014年开始办计划，因讲训练一个家友做导游需要真长的时间，互因慢慢有自信，愿意甲人接触，了解家己的过去，讲出家己的故事。我们的导览呢，其实也会比较贴合，就是在他们流浪时候的生活的场域。这毕竟是对他们来讲 ，maybe 是一个不是那么光彩的过去，他要怎么样克服这个心魔？因为每个人要讲自己那个失败的过去，其实都很困难，而且更何况是对着大家说。芒草心基金会讲，培养无厝的人做导游，成功的几率并无悬，敢若3成，而且因的导览是有收钱的。真侪人无自信，认为无可能有人愿意开钱听因导览，一直到有一届一位台大的教授带一群学生，听画面中这位家友甲西亚导览伊伫台北车站生活的故事，教授甲西亚学老，甲伊鼓励，互伊愈来愈有自信，伊开始租厝、欠钱，过正常有品质的生活。人生嘛，因为这个导览计划开始有变化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